大家好啊，我豐潤教育 Kevin Sir 啊，今日教大家 DSE 最難面積題26年 MC 第18題。今日教嗰個技巧叫做叻底同高，係啦，底叫做 K， 高叫做 H。首先呢度3:5 3K 5K 先第一步底啦 ，OK。然之後啦，佢個高嗰度，但佢呢度斜邊雖然2:3斜邊，但係即係話呢個高呢 2H 比 3H，OK。咁然之後成條高呢就會係5H。然之後再望啦，佢會有個面積比例啦，2:5啦呢度。然之後底乘高除2，係啦，就會係2:5啊嘛。咁計翻 KH 出嚟，應該係30嚟嘅。咁呢個 KH 好有用啦，打翻粒星。好，然之後你要計個梯形咧，爭個上底啊嘛，見唔見到？咁上底點計？其實你會睇翻咧，應該有個平行線未用呢個，所以呢兩隻角一樣。OK， 跟住打橫呢條平行線都未用嘅，嗱都會係一樣。咁你發現啦，應該咧佢會係 similar triangle 咯，得唔得？咁寫翻先 ABD similar FEB。咁 similar 嘅話咧，咁 EF 咧就對應係 3K 啦。咁睇翻個高度，應該佢係2:5啊嘛，咁咪等於2:5咯。OK， 跟住計翻 EF 咯，會係6/5K 嘅，得唔得？咁最尾咧齊㗎啦，咁嗰個 CDEF 咧上底都有啦。好，咁就6/5K 啦。加 5K 啦，上底加下底咧乘高啦，再除2，你應該會計到9.3KH， 最尾 KH 擺翻30落去，咁就順利地計到2279啦。